大家好，我係 Kevin 陳公子。今日介紹嘅單位咧係位於荃灣樂悠居一個高層兩房單位，實用面積咧係424尺嘅。咁我哋而家一齊嚟參觀下。門口入到嚟咧係見到我哋嘅客飯廳啦，十分之寬大嘅。左手邊咧係我哋嘅梗廚房。行去窗台嘅時間，我哋見到咧廳外嘅景色咧開揚海景。洗手間、浴缸嘅設計，第一間睡房亦都係一個海景嘅設計嚟嘅喎。第二間睡房，今日樂悠居嘅單位就介紹到呢度。如果有興趣呢個單位嘅朋友，歡迎聯絡我 Kevin 陳公子。拜拜。